嗱，我已經做到盡㗎啦，你以後唔好再翻嚟啊！我正話你聞都有陣燒雞翼味啊！我隻手都叫做為藝術而犧牲㗎咯。長毛，俾入窿啲嘅雞飯佢。阿叔佬，你啊，以後唔好俾我再見到佢啊！唔係連你都冇得撈啊！啊，閒啲啊！你唔好再問我啦，新哥。雞飯啊！睇雞翼燶啲啊，還是你手燶啲？不燶唔過噃，走啦！阿新啲哥話我有飯。走啊！希拉菲唔係人咩？講咩啊？大聲啲！希拉菲唔係人啊？做乜係要針對我啫？你想知點解係嘛？我想知點解啊！因為你冇資格食一飯，成日懶叻咁四圍教人做戲，學人講理論，教人扮黑社會，收陀地，簡直係侮辱演技呢兩個字啊！喂，嘈咩啊？開會啊！做咩？超，阿叔面前講演技。